真係估唔到，目前喺我哋華僑城希岸呢個地段，居然仲有一套非常之 OK 嘅一個橫廳單位。咁今期咧，阿正同大家嚟到咗希岸嘅 D5棟，介紹翻一套高樓層嘅84方嘅單位，總嘅面積143方，做咗一個4房3衛嘅設計。咁佢個橫廳咧係比較吸引我嘅，佢超過咗7米嘅一個闊度。咁呢個位置咧，開間亦都去到咗5米嘅，所以講整個大廳空間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咁啊，第二個賣點咧，就係佢係會望到我哋部分嘅一個豔陽湖景觀。我哋睇翻呢邊嘅位置。咁啊，唯一一點不足咧，就係佢前面嘅位置係有大概係60-70米嘅樓距咧，係會有一棟樓擋住部分嘅景觀嘅。但係其實喺現場睇到嘅豔陽湖景觀咧，其實還算係 OK 嘅，會望到一半嘅一個湖景，同埋有部分嘅西江景同埋靈陽山峽口嘅位置。咁啊，呢個咧就係佢嘅賣點啦。戶型同埋佢嘅景觀係 OK 嘅，包括咗佢嘅地段都唔錯。咁目前呢個單位咧賣價係115萬嘅，最低可以做到11萬嘅首期，月供係4400蚊就可以上到車啦。咁計翻單價咧係8000蚊一平方。咁啊，聽翻呢個單價咧，可能大家會覺得有啲高。咁首先咧，同大家分析翻，目前呢個地段係華僑城希岸。希岸咧作為咗最低密度嘅一個樓盤咧，佢呢邊嘅樓價係會比我哋平時介紹開嘅沿岸湖岸，包括咗燕湖畔咧，都係會貴嘅。咁簡單同大家對比就知道噶啦。燕湖畔嗰邊有84方，有87方，咁佢基本上佢嘅一個毛坯嘅價格咧，大概係6000蚊左右，有5000幾6000蚊左右。咁啊，如果係精裝嘅情況，84方嘅精裝咧，大概亦都係去到咗7000零蚊左右嘅一個均價。咁但係希岸呢邊嘅87方咧，佢嘅毛坯價格都要去到咗7500蚊。佢嘅價格定位咧，係會比我哋之前介紹開嘅燕湖畔咧係會更加高嘅，所以講咧，其實依家呢個143方嘅價格咧，自然都會比其他樓盤嘅定價咧都會高少少。嗰陣時亦都講到個重點啊，就係近期同大家介紹希岸87方嘅單位啦，佢嘅一個單價大概係7500蚊左右嘅一個均價。咁呢個單位咧8000蚊。就係多咗500蚊每平方，帶埋咗裝修，所以講其實我覺得呢個價格係合理嘅。只不過大家聽到8000蚊嘅單價咧，可能會有少少高嚇。OK，咁我哋就廢話唔多講，睇翻整隻戶型嘅佈局。大橫廳嘅設計亦都係會比較舒適嚇。嗱，呢個位置就係我哋入門嘅空間，會俾大家睇到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仲可以定製翻一啲櫃類啊，我哋入戶嘅位置咧，可以更加多嘅鞋櫃嘅收納空間，包括咗呢個位置咧，可以持平翻我哋嘅採光窗，做翻一啲換鞋凳嘅設計，都係 OK 嘅。嗱，俾大家感受翻入嚟嘅空間係好闊落嘅，包括咗佢嘅交樓標準大門啦，華僑城嘅交樓標準都唔差嚇。然後有個4合1嘅智能密碼鎖嘅，入到嚟呢個位置咧，有個細細地嘅組合櫃，包括咗有鏡櫃啊，同埋我哋鞋櫃嘅收納空間。咁就肯定唔夠用啦，建議就延伸翻過嚟做翻大少少，包括咗好似剛才阿正講嘅呢個位置可以做多啲。然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，我哋依家呢一邊咧有2個大嘅採光窗，所以講入到嚟呢個單位佢嘅採光度係非常之 OK 嘅。呢一邊咧有落地窗同埋我哋餐邊櫃嘅一個採光窗嘅位置，所以講整套單位咧佢嘅通透性咧係非常之 OK。咁呢個咧就係大橫廳嘅設計啦，可以放到8人到10人嘅一個長台啊，然後呢個位置咧作為我哋梳化嘅區域，對面咧就係電視背景牆，佢嘅開間尺寸咧亦都足夠嘅。入到嚟呢度咧會睇翻我哋嘅廚房先，呢個位置咧係有一個玻璃趟門啦，然後入到嚟係我哋廚房嘅區域。呢個廚房咧我都係幾 OK 嘅，可以企住2個人咁樣並排去企住咧，係會比較闊落嘅空間，然後係預留翻雙門雪櫃嘅位置嘅。包括咗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依家呢個單位佢係一個現樓嘅狀態啊，所以講係你即買就可以即入住啦。呢啲櫃全部做好晒，3件套係交樓標準，然後包括咗佢嘅濾垢板、天花下同埋涼霸呢啲嘢都係有嘅。過到嚟咧，仲會有一個深會陽台，同我哋以前介紹開嘅燕湖畔嘅單位唔同啦。希岸嘅單位佢會有一個深會陽台俾你放洗衣機、放雜物咁樣嚇，功能性咧係會更加好少少。嗱，咁我哋再睇埋呢一邊嘅房間先。一排過嚟咧，做到係4間房嘅設計。咁呢間房咧，其實我哋有業主係將呢間牆體係打咗嘅。打咗之後咧，佢裡面嘅位置你可以作為我哋嘅茶房，或者係裡面咧係做翻我哋嘅飯廳，亦都 OK。睇翻自己嘅需求是否剩低嘅3間房夠用嚇。嗱，呢個空間係陽光房，贈送咗一半嘅面積，做個1.5米床係冇問題嘅。再做個衣櫃喺呢度嘅位置，然後隔離嘅位置咧係會嚟到咗公共衛生間。嗱，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個衛生間，佢嘅空間係非常之足夠嘅。
包括採光都係非常靚嚇。然後入到嚟呢度咧，就會嚟到咗第二間房。呢個作為咗我哋第二大嘅房間嚟嘅，做個米8床係完全冇問題啊！邊邊嘅位置再加多一個衣櫃。呢個位置咧有個落地窗，同樣係會望到我哋嘅一個豔陽湖景觀嘅。咁啊推開咧就可以連接翻我哋嘅一個陽台位置，都係會比較舒服。採光係絕對冇問題。嗱，然後過到嚟呢邊咧，會嚟到咗第3間房。呢間房咧佢係一個套房嚟嘅。嗱，事實上佢個空間咧，呢間房就唔算太大嘅，就只支持你可以做個米5床加衣櫃嘅組合。但係嚟到呢度咧，攝影師可以過到嚟，依家正嘅角度咧係會望到有長利河嘅景觀，景觀係 O K 㗎嚇。放大可以睇翻，望到部分嘅長利河啦，同埋有啲鼎湖山嘅景觀啦，我覺得係唔錯嘅。然後佢係一個套間嚟嘅，入到嚟呢度可以睇到我哋嘅衞生間都係非常之大。櫃嚟嘅定制，同埋有啲洗手台、馬桶。然後，如果你話想做浴缸嘅，我覺得呢個區域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包括咗呢個位置有啲飄台可以坐住喺度沐浴咧，都 OK。咁啊，平時如果同長輩一齊住，又或者同小朋友一齊住嘅，有個套房咧，亦都增加翻隱私性啦。最後再睇埋我哋嘅主人房先。呢個位置係叫個衞生間，真係誇張，呢個空間好誇張。有個非常大嘅飄窗嘅位置，亦都係保證翻我哋嘅採光度嚇。嗱，呢個空間都冇問題㗎啦。然後入到嚟之後咧，就會嚟到咗我哋嘅一個套房臥室。嗱，呢個房間咧做個米8嘅大床咧，絕對係冇壓力嘅。咁啊，因為其他嘅房咧都會偏細少少啦，或者係次臥會算係會比較正常。但係呢個房間咧絕對係足夠大嘅。嗱，然後再睇埋景觀啦。7字形嘅採光窗，雙層中空玻璃。呢個位置有一塊比較大嘅玻璃，咁望翻出去嘅景觀咧，亦都會比較 OK 嚇。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到啦，大房同埋我哋剛先睇嘅隔離嘅套房咧，都係有一個唔錯嘅景觀。然後隔離嘅呢個次臥嚟講咧，亦都係會有一個比較靚嘅採光啦，包括咗個空間亦都 OK。所以講，我覺得總體嚟講咧，呢隻戶型佢唔會好似豔湖畔咁樣嘅8、4方做咗一個5房嘅設計。佢主要係佢嘅功能咧係會更加齊全嘅。咁啊，呢個單位咧115萬嚇，首期11萬，月供4400蚊，帶埋咗精裝修。我覺得咧係會比較適合翻一啲想密度低少少嘅一個人群過嚟住啦。包括咗中意豔陽湖同埋長利河呢邊嘅景觀嘅。咁啊，兩邊去到呢啲濕地公園嘅配套咧，亦都會比較近啊。最主要咧佢係帶埋精裝修，即買咧就可以即入住啦。總價115萬，單價8000蚊。有興趣嘅聯繫翻阿靜，上到嚟現場嘅位置進行實地考察。咁今期嘅分享咧就到呢度，持續關注我哋灣星塔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